等我為大家介紹 Mila 抽油煙機嘅使用方法同保養小貼士啊！抽油煙機有照明燈可以獨立開啟，無需啟動抽氣扇。撳掣打開抽油煙機，通過加減符號掣調節風力。烹調油炸或係氣味濃烈嘅食物時，可以撳 IS 掣加強風力。同時，亦可以選擇抽油煙機運行嘅時間5分鐘、15分鐘，或係持續運行。清理抽油煙機時，首先將濾油格嘅鎖扣鬆開，放低至45度，從背面輕輕向上推，就可以將濾油格取下。使用混合少量清洗劑嘅熱水嚟浸洗濾油格，再用溫水沖乾淨泡沫。清洗完成後，將濾油格晾至乾透，先可以安裝回原位。安裝時，確保濾油格鎖扣面朝爐頭嘅方向，保持呈45度伸入卡槽位，尾部卡實後向上推，就完成啦。